伫即个社会上，其实有一寡弱势家庭的囡仔呢，因是从来毋捌坐过高铁。嘉义市中华专联教育协会呢，是找加高铁的嘉义站，做伙替40个弱势家庭的成员来安排台湾高铁探索的旅程，互因嘛会当有机会来体验这款交通工具。头摆来到模拟控制高铁的车厢，来参观的学生囡仔对每一项设备拢足好奇，会当伫课本之外来入捌高铁。对因遮弱势家庭的囡仔来讲，是一个真难得的学习体验。高铁时速每小时300公里，而且那个隧道是斜的，是因为它会有那个气压，然后就会蹦一个金左线。有够好诶！记2张哦，我足欢喜诶。中华专联教育协会表示，因照顾的学生当中，嘛有囡仔毋知影高铁是啥物，甲台铁有啥物无共等等的问题，无法度来完成学校的功课。所以协会才配合嘉义市二小社区支持的服务计划，要带家长甲囡仔来进行高铁的游学课程。在课堂上知道有高铁这个东西，但是他们其实没有实际踏出过高铁。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像是有关于我们车站啊，就是相关的介绍，好，然后还有就是城乡方面的一些课程。高铁除了提供40位家长甲囡仔家己到桃园的来回车票以外，佫伫桃园来安排高铁探索馆的课程，透过导览甲场地的互动设备，遮个囡仔用实际的体验，毋但感受课本内底教的物件，嘛，互因达成坐高铁旅行的愿望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